进来。顾总，这段时间谢谢您的照顾和帮助。明天是我生日，我邀请了同事们一起参加我的生日聚会，不知道你有没有空？哦，好啊。作为一个老板，怎么能不参加员工的生日聚会呢？我一定去。那好，顾总，那明天见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总裁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干活太不小心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那明天见，不要迟到哦。明天见。那我先出去了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啊？你明天晚上是不是要去参加那个南宫琉璃的生日会啊？哦，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但是人家已经邀请我，我作为老板，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子吧？啊？必须要去。我都答应人家了，不去不好吧？顾西城，你就不能离那个南宫琉璃远一点吗？贺锦熙，你这算是在吃醋吗？哼，我怎么可能会吃你的醋，大脸猫！西城啊，我怎么看着锦溪这些天，好像有什么心事啊？你是不是关心她一下？奶奶，放心吧，没什么心事，过2天就好了。过2天就好了。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奶奶呀？嗨，我们俩之间能有什么事儿？就算有什么事儿，也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小情趣，您就别管了。小情趣，哼，你浪漫的很呢你。奶奶，您就放心吧，过2天之后就什么事儿都没了，说不定我们之间的感情呢，还会有一个质的飞跃。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啊，奶奶就不管了。不过做什么啊，都得有个度啊，过了这个度啊，那就不好了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